咱台湾人真爱食鸡卵，不过去年中华有验到这芬普尼鸡卵，即摆台中国再爆出禽流感咯，这鸡卵的食安问题引起大家关注。为了要确保这鸡卵的卫生安全，农业部伫咧1月14有预告修正，那准有一定规模的连锁餐饮烘焙业早顿店，就爱用这有塑原码的细酸卵。拍算呢，7月初一正式来实行。就民间团体是提醒讲呢，这细酸卵是有用水洗过，天然的保护膜也会洗掉，保存的期限就变较短啊。建议店家卵叫入来了后，有关是爱冰起来。最近得禽流感的鸡卵流对部分县市引起社会不安。农业部有预告讲，自7月开始有一定规模的连锁餐饮业、烘焙业、甲早顿店，也是资本业有到1000万以上的业者，爱使用有喷塑原码的细酸卵。针对敢有可能起价的问题，有民众认为讲无要紧，食安较重要。看到讲有起价的情况。其实没差，对，反正都要买。东西真的是靠运气耶，有时候你觉得这一家的品质一般的那个口碑都不错，但是还是会吃出问题。根据农业部的估算，大约有330间公司，超过13000间连锁门市符合立管的范围。有连锁早顿店的业者表态支持新制，嘛当地福特分店专门用细酸卵。从2018年。就有这样的政策了，所以在直营门市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提早符合这个政策。现在早餐店纳入之后，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做转换。有两行指出，细酸卵确实会比菜市啊线卖的卵价少加1、2成。照规定，细酸卵运送的过程嘛，拢着冷藏。民间团体是提醒讲，市面多数拢是笼仔饲的鸡卵较高有细菌。虽然细酸卵有用水洗过较卫生，不过天然的保护膜嘛会洗掉去，保存期就会较短。嘛建议业者叫卵来了后，要是爱冷藏较安全。不管人工跟过程，它都需要额外的付出心力，所以大概会差10到20% 左右。政府是希望能够溯源。一般来讲，就是笼饲的鸡蛋，它比较容易有一些沙门氏，比较希望能够有这个续选。非笼养的话，比较友善的饲养方式，那只要做到这个一定的清洁就可以了。那小机会是呼吁业者起价应当爱合理，嘛建议主管机关在新制实行了后，调查敢有无合理业关价的情形。其实英国学校国军等等已经有规定爱用细酸卵，农业部强调新制是在原本的基础来扩大细酸卵的使用范围。新制实行了后，业者若无照规定用有塑原码的细酸卵，上当是罚3万，通照回溯处罚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新北报道。